總理卡尼嘅首份預算案喺國會僅以2票之差險獲通過，聯邦自由黨少數政府得以避過倒台。呢一份預算案能否帶領加拿大走向財政穩健同長遠增長？被稱為世代投資嘅預算案係為未來奠基，定還是令財政前景更添變數？請收睇星期一晚6點45分，傳媒對焦。新加坡軍龍驅風油之傳媒對焦係由新加坡軍龍驅風油贊助播出。佢麻麻地佢麻麻地。但唔係呢啲係要食落口你先知嘅。佢將嗰啲豬嘅油脂咧同啲肉咧係個融合得更好啊！呢個係頭盤，而家令我哋唔中意食過分鹹嘅滷水。係啊，一定咧係要鮮。睇落去咧好脆好甘喎，喺外表係一個合嘅小菠蘿。冇錯，你打算同我分享㗎嘛？係嚟開餐。我要多啲皮喎。美食新聞週報，星期六晚上8點05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中年好聲音4經過連場海選，130強終於閃耀登場。中年好聲音4，我哋嚟啦！分別由美加澳、新馬及大灣區賽區選拔而出嘅入圍者，實力強橫。香港賽區嘅參賽者同樣嚟自5朝4海，實力無限，等待讓歌聲燃亮夢想舞台。中年好聲音4。11月23號星期日晚上8點35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